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民数记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以及25节到33节。另外一位民数记1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对不起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民数记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以及25节到33节。另外一位民数记1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以及20节到24节，白话伫圣经第165页。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民数记13章第1节到第3节。第1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你着找人去偷看我所赐予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着对因总共大支派中找一人，拢是伫因中间做首领的。摩西就照耶和华命令，对巴人的旷野找因去，因拢是以色列人的族长。煞者，
25载到20到巴兰的家己书，见摩西、阿伦，甲以色列的会众，会好因甲赞会，搁因迄所在的果子互因看，搁甲伊讲：阮到你以找阮去的地，果然是老年甲蜜的地，这就是迄个地果子。31节，独迄个甲伊就去的人讲：咱袂就去攻击迄个百姓，因为因比咱较勇壮。33节，阮伫遐看见阿拉族人，就是大汉人，因是大汉人的后裔。照阮看，家己亲像草莓；照因看，阮也是安尼。另外一位1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第1节，会众就出声大嗷叫，迄暝大百姓拢啼哭。以色列人哀怨摩西、阿伦，会众对因讲：毋值得阮死伫埃及地，毋值得死伫即旷野。第6节，偷看地人的中间，伦的囝约书亚甲阿胡尼的囝加利，拆离因的衫，对以色列人全会，阮经过偷看的地是极好的地。耶和华若欢喜咱，就要带阮到迄个地，将地赏赐咱。迄个地是老年甲蜜的地，总是恁毋通背叛耶和华，也袂得惊迄所在的百姓，因为因是做咱的食物。各地因的已经离开因，各有耶和华甲咱伫地，毋免惊因，总是全会讲。用石头定心因，耶和华因光伫会幕因以色列人出现。煞者20节到24节，20节，耶和华讲：我照你的话有赦免因，总是我记我的话命来讲，遍地要充满耶和华的荣光，因为遮的人有看见我的荣光，以及我所行伫埃及甲旷野的新业。犹古使我10摆，无听透我的话，因决断无得着看见我对因列祖所救出的应允的地。凡若看见我的，拢袂得着看见。独我的路步加入，因为伊另外有一个先知，完全对我要带伊入伊所行到的地，伊的后裔也要得着迄个地作业。以上。这是请本堂题目书来讲道，题目是无假的信心。第2讲大汉人的信心，无假的信心。第2讲大汉人的信心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伫主日来敬拜你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阮搁较献上阮的感谢。愿主你赐福伫天的所有的母亲，因拢有身心灵得着健康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甲因生活做伙。那阮伫灵命操练会进入到第2礼拜，愿恳求主你赏赐阮有够个信心，互阮伫信心的功课顶头通得着学习，互阮伫即要生出阮的疼的最后一个灵的问题，会当得着把握，会当得着学习。主你赏赐阮，逐人有属天的智慧，会当来明白。我咱的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是母亲节，所以咱互相彼此来。讲母亲节快乐，毋是干那母亲快乐，咱嘛就爱快乐吼，逐个人拢快乐，咱就会当将即个福气咱拢知母亲，每一人绝对有母亲的，母亲生咱、养饲咱，上帝嘛借着母亲，将伊的疼，会当透过母亲，互咱会当感受到，咱。上帝愿意甲咱每一人同工来有份伫世界的这个事顶面吼，所以咱有着这献上咱的感谢。咱今仔日无特别用即个母亲的即个经节来讲，因为咱当咧灵命操练中间，咱进入到第2讲，所以阮毋茫会当为这第2讲来学习。其实甲疼嘛是有关系，因为咱前已经讲起讲，咱的信仰是讲爱疼，
但是这个疼要咱生出来，伫这个题目内前书第1章第50，互咱讲，咱做来读来。若是改命的宗旨是人来，这个人来是对清洁的心，甲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生出。所以，而且咱讲这个疼，人来就是讲迄个疼吼。这个疼要安怎会当生出来？是咱的身心灵三项拢得到圆满的恢复到主所创造咱的迄个时阵。清洁的心就是对付咱的身躯的部分。良心就是讲咱的心的部分，最后一个神就是讲在咱灵的部分，咱甲上帝中间的这个关系。顶头拢有讲伊的形容词伫咧，清洁的心就是迄个倒转个 pure heart， 就是上界单纯迄个。当初上帝所创造起初完全无受到污染的这个心伫咧。第二，咱的良心是安怎？是一个无假、无通嫌的。逐个人拢讲我凭做代志凭良心，为甚物逐人做出来拢无共款？因为咱的良心拢总已经有偏差去啊！咱倒转到上帝起初所创造迄种无通嫌的良心一个。第三讲到这是讲到咱的心的部分。第三讲到信心部分，就咱甲上帝关的这个灵的部分。咱要安怎会当挖过上帝？因为信实在是太重要。咱伫顶礼拜讲起。人会当得救，人会当有永生的愿望是着因信称义，因为咱信的关系，毋是咱的行为，咱无可能，咱所有行为无可能，咱的好比歹较侪，咱永远就是无好较侪。所以咱若靠家己要来得救，就哪参像一个犯罪的人去到伫即个警察局讲要保另外一个人出来，无啊，因为你犯罪，所以无定另外电脑去用抓你去关。所以咱人拢无到迄个完全是，咱无办法靠家己来得救，咱只有靠上帝恩典。上帝要咱恩典互咱，伊讲你若单单信我，我就称你做义。就敢若阿伯拉罕共款，75岁，讲要应允伊会当成这大国，伊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，海边的沙遐尼多，到90几岁得要100岁啊，伊还无看到满个囡仔。所以上帝搁讲一遍，伊讲有啦，就是阮厝内迄个罗卜，就是我的囝。上帝讲无，是为你的太太撒拉生的才是。也迄个圣经讲阿伯兰信上帝，上帝就称伊做义。咱无可能欺骗上帝，我相信伊，即个圣经讲的即个信是真正信，毋是讲嘴讲的那点，是对真正对神来的是，上帝就称伊做义。所以信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咱有这三项身心灵拢得到伫遐恢复到上帝起所创造迄个时，咱才有办法即个顺转的疼心会当出来。但是咱毋茫每年一摆一个月，即心思的重点，咱会当伫遐过来，互咱的身心灵得到健康，咱就当顺转，将这顺转疼心的即个基督徒。咱2001年的时阵。咱就针对即个清洁心思，咱应付咱的无信、咱的情欲、咱的即个见笑、佮惊吓、佮会常常的论断、会批评即种问题，咱伫遐来思考。主的疼要帮助咱，互咱明白真理，互咱会当伫着悔改、伫着赦免，互咱会当伫遐接纳咱，佮用饶赦等等遮个，互咱对付身躯所当着遮个无好的代志。咱伫旧年的时阵，咱伫遐来学习着。袂叮当。去年的时阵，咱讲到即个对即个无愧的良心中间，歹势哈。无愧的良心中间，咱伫遐来讲到，咱有可能有软正的这种良心，因为咱无明白真理，所以咱感觉敢若毋对，敢若对，敢若啥？其实咱若对真理愈清楚，咱就知影咱所相信是对啊毋对。咱无惊别人讲什么话，因咱非常即中间所遇到咱即个判决的事的时阵，哇！伫遐吵来吵去，法官到最后伊判出来，逐个人大部分人拢无赞成，伊家己嘛敢若想要得到更较大的即种鼓励共款，佮家己写在自我，请恁甲我评鉴一下。迄个是无，迄个是软正的良心嘛。家己对真理无真明白，就惊东惊西。你若有明白真理的时，你就袂有即种情形伫咧。
到底良心是啥？良心毋是咱家己，良心是倒转到上帝面前。你所挖靠到底是啥物？你有即个敏感的良心无？还是参像法利赛人伫遐骄傲讲，我一礼拜禁食几摆，我安怎？还是咱要参像抽象的美丽角啊讲，求主你赦免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你知影你的命定是啥物无？参像耶稣的约翰起来就知影，伊是要行伫耶稣的头前来开路的，所以就到旷野所在伫遐来生活，伊不爱受到社会这污染伫咧，伊活出伊应该有的即个命定伫咧。咱咧问讲，我的命定到底是啥？咱定咧讲即个命定，有人讲是命运无，就是上帝所交代你的任务是啥物？你活伫世间是咧为着啥物？有人袂讲真清楚伫咧。所以牧师有去解释互听，就是讲，咱有人就非常的清楚，像行洗礼约翰伊就非常的清楚，所以死来伊就是为了即个目的，一直到死去用斩头，拢总行即条路，伊已经将上帝予伊的任务交代清楚，这就是伊的命定。有人是完全毋知，还是到尾啊才非常的清楚。你感觉摩西伊知影伊的任务无？摩西到80岁时才受警调讲去带以色列人出来去。安尼以前的80年前，是白白伫遐度假，无上帝安排绝对无落空的。摩西前40年是伫王宫内底，真做一个王子。伊伫遐所学习的，就是安怎管理，安怎来管理这个国家，安怎知影什么知识呀等等这。所以伊已经会当有这个智慧，会当引带以后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几百万人伫旷野中间，伊安怎来引带伊？因为伊前40年所受的训练，伊要安怎？圣经中间讲到摩西是安那，伊的谦卑无一人比伊会当过。为什么？第二个40年，伊伫遐逃走的时，去到旷野伫遐，逐工创啥？逐工饲羊饲牛那点。40年中间，将即个摩西伊的骄傲，伊会感觉自以为上界足厉害，共款咧，无法到拢总无去。所以圣经讲，无一个比伊更较谦卑的。所以只有安尼的人，在上帝才当伫遐面对伊，伫遐甲伊讲伊的律法伫咧。圣经讲，上帝甲摩西是面对面伫遐来交谈的，其他人拢借着梦，借着异象，互因知影。所以咱看以色列人拢讲摩西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，伊摩西亲自对上帝领受的伫遐来写落来。为什么摩西会当安尼？因为伊谦卑，伊知影伊要顺服伫上帝。伊知影伊无气力会当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上帝要挖过，搁亚伦互伊，伊就伫遐去。伊到80岁才知影伊的真正任务是啥物。伊的命定伫迄个时阵，伊开始伫遐来行出来。咱可能真侪人拢无知影，咱家己有迄种远大的即种命定到底是啥物。但是咱每一个人拢伫无共时间的时阵，拢有无共款的角色伫遐咧扮演着。这就是上帝互咱的命定。当你若是做老爸的时，你有甲老爸的责任做好；当你若做人囝儿的时，你有甲囝儿做好；当你做人的同事的时，你有甲同事的责任做好；当你若做老板的时，甲老板做好势；当你甲厝边的时，你是别人的好厝边啊，毋是？你伫每工拢有无共款，每工每一个时间有无共款的即种角色咧扮演。当你若甲你的角色拢真忠实，伫遐来做到应神益人的时，你就是甲你的命定伫遐来活出来。你倒转到伫上帝面前，上帝爱你交作业时，你会当非常安然伫遐来交你的作业，因为你已经有完成你的任务。当那参像行洗礼约翰共款，你会当对你的良心伫遐讲，我无亏，有即个无通欠的良心，还是撒该。撒该刚要看耶稣，就安尼尔看老练尔，无拍算耶稣到伊面前讲：你撒该，你落来，今日救恩要到伫恁兜，完全转去。我只无去看老练，上注意去警告我的时，伊伫遐死呢，完全得到改变。以前面对人的时，人咧讲话，伊无定拢想讲，恁是咧嫌我，咧讲我啥物？但是伊即马已经无通欠的良心，伊敢面对所有的人啊。因为已经活出来了，咱活出一切良心在，倒转到上帝面前无通嫌的，你知影你的任务，你有当应神益人无？这是咱伫旧年所学习的。咱今年要学习的时，就是要安怎灵的部分会当迄种无假的信心。
信心有假呢，因为你嘴讲啊，心内底无真正相信。顶礼拜所讲的例，伫遐讲一个人，一个登山客爬落去山骹，紧去救着一项物件，伫遐惊讲上，伫遐喊讲主啊，你救我，主啊，你救我。迄个声甲伊讲，你相信我无？伊讲有啊，我就相信。你有真正相信无？有啊，我真正相信。啊，无你甲手放开，伊毋敢放。既然讲，迄天真暗真冷，所以伊就冻死伫迄个所在，冷死。既然讲有人为遐经过，看阮一公尺顶头一人掉伫遐死去，就是伊。主是要互伊你放假落下来以后，你就会当活。但是伊靠家己伫遐来判断讲，这毋是真正，这个声大概是魔鬼的声吧？你的心是真正迄种心无？你系迄种无假的心伫咧，毋是敢若嘴讲讲来听。所以咱要怎样得救？圣经甲咱讲，因为信上帝就清理罪孽，迄个心是真正的心。但是咱在咱的心中非常的软正，所以咱今日要来学习讲，我要安怎有大汉人的信心。咱的华语讲巨人的信心，咱求主显示咱有这个巨人的信心，刷落咱阁有这个两讲伫这个所在所讲。望咱会当透过这学习，真对咱帮助。咱先搁以圣经来看，讲信到底是啥物？其实伫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讲，信就是所毋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凭准。就是这代志拢还未发生，啊！你相信伊，你确信一定会，这叫做信。所以信心毋是凭咱目睭看见，嘛毋凭咱的理性伫遐来思考，嘛毋是凭咱实验了以后，咱就伫迄所在讲我有信心。无，你拢总还无看见。所以根据讲上帝互你的信靠，你有把握，你未来还毋知的迄种跨越迄个物件。敢若阿伯拉罕共款，20几年来伊阁相信，拢总无看实，但是伊愿相信。无数摆问一个，就是讲即个信心，咱常常误会去，到底信心是啥？所以无数出一个题目讲，有3种信，你感觉倒一个才是咱咧讲的信心？头一个就是讲，伊破病，伊想要去互医生来医治，伊就开始上网去查，倒一个医生是即个病上介好，我做研究过啊。我就找到上介好医生来约好啊，然后我就该准备的我也拢准备好势，所以我确信我一定会得到医治。这是第一种信心。第二种信心讲，我有祈祷，我有请我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来为我祈祷，所以我确信一定会医好。这是第二种信心。第三种信心讲，我有祈祷，我嘛请大家为了祈祷，啊，我搁甲上帝讲，这若是下伫你的心意，这若是下伫你的心意，啊是整个你整全的这种计划中间，你要互我医好，你一定会互我医好。若无下伫你的整个整全的计划中间，我若袂好，我嘛是感谢主，因为主你是美善的主，你是为着阮人好。就刚才是主耶稣，你记到伫克西马尼记到将即个苦杯甲刷开，但是毋是照着我的意思，是照着爸你的意思。你感觉即3项倒一个才是真正咱咧讲的信心？头一项这信心是讲我期待，这是我的期待，我的毋望，我的努力，所以我真毋望我即种努力了时，我应该会得到医好，这是我的期待那尔，会当真正。你是我靠你家己，我靠你的开来的。但是信的结果是安怎？是要我靠迄个对象是上帝，毋是咱家己。搁要照着上帝的旨意，毋是咱的旨意。这才是真正的，咱咧讲的这个信心。信心是咱还无看见，但是你会当信靠，因为安怎？因为迄个对象是逐个你来信靠。这是咱所爱知影，所以信心你若要行出这个信心的时，你要超越现实，超越迄个理性。但是伊毋是盲目，毋是讲啊，伊毋是因为有圣经中间互咱这应用的。这圣经中间有8000外这应用的。这个圣经是几啊千年来白纸写乌字，拢总无改变过。侪人几啊亿以上的人伫遐来见证讲，这所写的是一个确实的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你来信靠伊，毋是盲目，毋是伫遐人讲安怎，我就伫遐来听。
虽然我无看见，也无看见实现，但是我犹原相信伊。咱看见今仔日圣经在中间讲到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去到伫迦南地的时阵，因伫到即个迦南地南边的所在，神的即种旷野，伫遐准备要入去的时，因却惊讲，毋知要入去的所在，毋知是做圆啊扁的。因就讲啊，毋是咱先要先入来看，上帝允准伊，互因派人入去。上帝叫因经断迄个族的族长入去，会领袖入去。因倒转来讲话时，人才会当相信啊，所以就派12个即个族的族长去迄个所在看。摩西佮交代讲，你入去看时，爱看啥物？看讲大个人，这因是真强无，还是真弱？因有偌济无？因所徛起所在到底有好无？因所徛起是一个帐篷啊，还是一个真坚固的城伫咧？迄个所在，这土地到底有肥无？是有即个旷野，还是有树啊？啥？还是因有啥物农作物伫？鼓励因会当带即个农作物倒转来。结果因伫遐来经过即个40天伫遐看时，为南伊即顺的旷野一直到北列合，佮向顶头佮行一直到哈马库。你若甲圣经后壁迄个地图摕起来看，已经到乌门山的顶头去啊，表示讲离开即个巴黎斯人，上帝要所要享受即个地更较远的所在。因伫遐拢看煞以后，倒转来时，实在早葡萄安怎算啊？一罐吼，一拍，无要紧，你知影是啥就对吼。一葡萄爱看一罐倒转来，但是伊毋是人摕倒转来，两个人安怎扛转来，表示讲迄个葡萄有大无？足大咧。无属有一顶帽啊，因为搬厝煞毋知迄伫倒吼。迄个帽仔顶头就是两个人，就守伫顶头，迄是为圣地买倒转来吼。即个两个人啊，然后两个人搬一个安那，派一个迄个葡萄，甲人差不多变大呢。迄是伫以色列人因所做的，因的信仰就是讲，当初因知影迄个所在是老林甲蜜的所在，上帝所享受的就是产业遮尔丰富。伊用迄摕倒转来，经过40天的时，因倒转来时爱报告，咱看见有2种报告。头一个报告是10个人伫遐来报告讲，哦，迄个所在是老林甲蜜的所在。林甲蜜是啥物意思？老林就是讲因有牛林、有羊的林通食，迄就是代表讲因畜牧业诚好。老蜜的所在是啥？表示讲因的农作物真好。所以有芳有收，即个物件会当去有足侪花，啊有足侪即草、即树啊，即两个袂当，即两个通常无做伙，是较旷野所在，较有咧饲羊饲牛的所在。你若全即农作物真好所在，牛羊是拢啊食掉的。所以其实即个迦南地是一个非常清楚老林甲蜜的所在。你若用耶路撒冷最重，你甲为一个12家的时阵。伫西北即个区的时阵，就是老蜜的所在。迄个所在因为有即个岛边的西边的即种地中海来的即个海风啊，即个管啊，还有即个加利利海等等遮的时，伊遐农作物非常的好伫咧。伊若东南的即个所在拄啊做西海，迄个所在即个差不多无啥物树啊是啥物。所以会当饲羊即个所在，所以伫个所在是真正是细细所一个所在，竟然是一个老林甲蜜的所在。因讲无毋对，迄个所在是老林甲蜜，但是伫遐徛起的人非常臃肿，因敢若大汉人的，敢若巨人共款。因所徛起的即个城嘛坚固，啊，佫非常的大伫咧。所以结论就是啥？咱毋通去。伊讲咱袂会上去攻击遐个百姓，因为因比咱较臃肿。照阮看，家己亲像草莓；照因看，阮也是安尼。啊，咱敢若草莓，因敢若大汉人，咱是草莓，所以咱毋通去哩，毋通去哩。咱看去即10个即个探子，因是即种草莓即个信心的，因向即个百姓所讲的是一个无信心的即种信靠的咧。伫遐讲到因是一个恶信，伫即个13章的32节。伫遐讲，因伫遐报歹消息，法古办讲他们报恶信，所以互遮个百姓伫遐来影响着遮个百姓对上帝即个瓦格。所以咱看百姓的即个反应是啥？
14章第1节讲安那，因听了以后，14章的第1节讲。这个会众就伫迄个所在，大声嚎叫讲，值得阮14章的第1节讲，会众就大声大嚎出声大嚎叫，就迄暝百姓拢啼哭，规暝伫迄所在来哭，哭时伊就伫遐开始讲安那，讲值得阮死伫埃及地，值得死伫即个旷野，阮倒转埃及敢无较好个？我巴不得安那，咱。倒转到伫埃及就好，毋通死伫即个所在。中说点所来讲啊，讲阮的囝儿绝对会去用抓去，绝对去用凌辱着。伫迄个所在讲了这个时阵，若讲安尼即个摩西甲亚伦无好，咱另外过来找一个领袖来带咱倒转去到埃及。咱关于这是10个探子伫遐所讲的，但是佫有2个，因12个去啊，佫2个是啊，就是即个加勒甲即个约书亚。这记载24章第6节到第13节，因却伫迄个所在掠破伊个衫，甲即个全部即百姓讲，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是极好的地，佫有耶和华甲咱三个伫咧，咱拢免惊。咱会使起开相战，咱一定会赢的。你想听到这个时，这百姓要安怎？得到安慰噶？无，竟然伫遐讲安怎？用石头要拍死因2个人。咱看见即个约书亚甲即个。加勒，伊为什么有即种信心？咱看敢若即大汉人的信心。10个人讲安尼，即2个人讲安尼，看的代志拢总共款呢。因所看的拢总共款，但是为什么伊的结果无共款？原来你若要参像约书亚甲加勒有即种大汉人的信心的时，你需要有这特质伫咧。头一个你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心智伫咧，这是伫14章的24节讲。耶和华伫安尼讲，独我的奴仆加勒，因为伊另外有一个心志，完全对我，我要带伊入伊所行到的地，伊的后裔也要得到迄个地做业。这什么人讲？上帝家己讲的呢。上帝讲，咱需要有一个无共款的心志，这无共款心啊，咱无盲从对所有对别人安尼。咱用现代民主的这种做法来讲，就是咱投票嘛。这12个人若投票，结果是安怎？10票对2票咧，安尼就袂当入去即个迦南地啊，宁可倒转去埃及啊，宁可甲即2个人抬死啊，宁可甲摩西甲亚伦抬死，另外佫找一个百姓，伊的领袖啊。民主的制度毋是安尼个，但虽然知影民主的制度有伊的基本点，伊的基础伫咧。当大家的即个心思意念，当大家的即个背景，当大家拢已经成熟啊，当大家会拢有即个有够水准的时，你才会当用民主啊。若无的时，就是你特别的领受即个上帝信仰的即部分的，你若无共款信仰时，你变哪会当对即个民主的制度来？咱伫即个所在看伊，上帝讲，你要有另外一个心智伫咧。你无参像一般的即个无信仰的人共款，你要全部来跟对我，毋通看见讲我伫理性分析是安怎，我看见即个环境是安怎不准安尼，但是上帝祝福明明就伫遐咧甲咱讲啊，咱无跟对上帝，咱顶多看见较相信咱家己。对上帝，咱要有一个忠心的倚靠，因为伫迄所在。约书亚甲加勒伫遐讲第14章第9节讲，总是恁毋通背逆耶和华，你毋通背逆耶和华。伊为出埃及，甲咱带到即阵，即经过新者遐尔啊侪，过红海，伫旷野中间无水无通食，上帝养饲咱，咱哪通背逆伊啊？你爱信靠啊！伊个互咱即个应允安怎，要想出咱老人甲味的所在。佮伫个所在有真敏感的即种属灵的洞察力，伊伫遐讲，也无你到伫第14章的第9节讲，佮地因的已经离开因，伊讲啊，遐保护因的神已经离开因啊啦，是上帝甲咱三个做伙，所以伊才对神来产生迄个勇气，讲免惊，佮产生迄个信心伫咧，宣告讲啊啦，咱即马马上来去。咱一定会当太赢，这是有即个大汉人的信心，有巨人的信心，应该有的即个特质伫咧。
咱今日要来学习讲信，因信称义，所以信非常重要。但是我要安怎有迄个参像即个大汉人的信心，我需要安尼，我需要下伫上帝心的心志。我有专务军队主啊无？我有真正来信靠伊啊，还是我背逆伊无？上帝互咱的应允那种巴不得的无？你有属灵的这种看见无？还是敢若看见伫地面上，这是咱受影响？你有你领受了，你就有勇气啊无？你有这个信心啊无？圣经中间讲到有这个信心的人，有这种大汉人的信心，毋是敢若这两个人尔。你看见大鼻王，伊伫遐面对歌利亚的时阵，伊安怎？这所有做兵的无一人敢出来，伊一个无做兵的人，戆胆伊就出来，为什么？毋是真戆胆，因为我靠上帝。伊讲这歌利亚咧骂咱上帝的名咧，恁会当忍受哦？我要来和伊相战，因为上帝甲我三个做伙，大汉人的信心。以利亚一个人战850个先知，拜五上的先知，这拢是信心，大汉人的信心。信约内底，司提反庙石头顶是议员做见证，会当有大汉人的信心吗？要安怎有这个特质伫遮？你有下伫上帝心意啊无？你有专务来信靠上帝这个应允啊无？因为安尼来产生迄个勇气啊无？所以咱看见迄10个要安怎？迄个百姓要安怎？人家讲起因是失落信心的这种的悲剧伫咧。伫遐上帝本来马上要互这个百姓拢死去，讲这苦哦，我安尼带因带遮尔。带因到咧行生涯，了，因竟然佫无相信我。最后，摩西替因代求，上帝就无安尼做。但是讲，你这20岁以上的百姓，袂当入去到迄个所应允的队是迦南队，只有2个人会使尔，就是迦勒甲约书亚。20岁以上拢总袂当入去，袂当入去要安怎？伊就是爱去伫旷野伫遐要去住偌久，住40年。因为恁去洗40日，所以一日算1年，所以恁爱伫迄所在陪恁的罪孽40年。这当这20岁以上的人，拢伫旷野死了后，你才会囝儿才袂当入去到伫即个应允的地。恁伫遐讲，这囝儿有可能去用掠伊无？因颠倒要入去到伫即个迦南地的即个所在去。迄10个探子要安怎？当场受到瘟疫，伫迄所在死伫众人甲上帝面前。迦勒甲即个约书亚，因就会当入去即个应允的迦南地。咱看见即个真正信心，是即有看见这样代志，有即个超美信心，有即个大汉人的信心。咱毋知属伫倒一种，咱真毋茫，咱拢会当拄起即个无实的信心，咱会当拄起迄个超美信心。超美信心是啥？是敢若靠相信环境，相信理性的分析，伫遐表示上帝应允，伫迄所在轻看见上帝美好伫咧。大汉人信心是啥？伊无忽略遮，伊嘛爱注重环境，伊嘛爱注重这理性，但是伊搁较注重啥？注重上帝信息甲这应允。伊搁较挖过伫上帝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个城镇内底，因伫遐即个无雨水非常的久，因就伫讲咱无倒一暗，咱来做一个求雨水的祈祷，来讲安尼看最好。迄暗所有城人拢组织伫遐要来祈祷，逐个人拢是空手伫迄所在，敢若有一个查某囡仔举一支雨伞去。这人讲：你举雨伞要创啥？伊讲：咱毋是要求雨的祈祷会噶。什么人才有信心？咱的信心是甲嘴讲的那点，还是安怎？咱爱注重环境，注重理性分析，这拢有需要。这是上帝赏赐互咱的智慧啊！但是你有更加相信上帝的信息，甲伊的应允啊无？咱求主赏赐咱拢有这个大汉人的这个信心点。伊即个特质，就是咱拄仔讲迄几项，一个心志无共款的心志，专务来军队主，你有专心来信靠上帝啊无？你有相信伊的应允无？你有属灵上的即个洞察力无？
你有勇气，你有这个自信。若有诶时，咱就当三个来宣告讲，上帝要帮助咱，要拄起咱草莓信心，要赐予咱大汉人诶信心。你有这个信心啊无？若有咱举起来咱的正手，咱三个来宣告讲，来，上帝要帮助我，拄起草莓信心，赐予我大汉人的信心。阿门。你若有这种确信，上帝就要帮助咱。这礼拜咱有往这个小组，希望咱伫小组中间，咱会当学习这几个题目，咱倒转去会当伫遐来看。希望上帝伫咱咧学习这个无界性的中间的时，咱知伊是非常重要。但上帝要伫的，毋是迄个草莓信心，是要大汉人的信心。咱当心来记得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这个人命操练中间要来学习，安怎有这个无界的信伫咧。但阮正到伫第2礼拜，阮知信是遮尔啊重要，但是迄个信，嘛有草莓信，嘛有大汉人的信。主，你爱阮的，毋是迄个草莓信，是迄个大汉人的信伫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阮需要有一个另外无共款即个心志伫咧。我嘛需要有一个会当专门来挖掘上帝应允甲信靠你。我嘛需要有即个属灵的即个洞察力伫咧。阮需要有勇气，需要有信心来引起的自信伫咧。求主你来帮助阮，互阮逐人拢会当得到你主你所赏赐大汉人的信心。互阮伫即个属灵的即个路上会当得到帮助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要用使徒信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顶必倒人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也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